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但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东番记之5。男子剪发，留数寸披垂；女子织好，男子穿染；女子断起，以为色业；女子连15六，断裤臀，两旁二起。东番记之5，台文翻译。查甫人加头鬃的时，会特别留几支长头毛，互因洗了金甲头下骹面。查某人就无这款头毛型的装扮，查某囡仔会想要装耳啊，查某囡仔会甲喙齿挽掉，查某囡仔15、16岁的时，甲喙唇两边的喙齿挽起来，当作是一款当大人对流行的打扮。以上内容是由董康健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